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央银行迎接到金龙年的到来，特别来发行到龙年的套币，限量9万套。今仔日开放现场购买，有人之前讲下晡就来排队排16点钟久，因为买到就赚到。一套是1900块，一转到网络顶至少是2400块来起跳，甚至发到3200块贵5成。啊，讲这个生祥的纪念币，上届有价值的是民国82年第一届发行的鸡年的纪念币。规身躯包甲目睭就一透早，民众献冷风来台湾门口排队，现场的人排超过100公尺，就是为着这套龙币。因为他龙年了。因为明年龙年孙子要出来，要送给他做礼物。送予逝世5万会当望子成龙，搁等12年，央行搁再发行龙年套币，全台限9万份，网络买排袂到，今仔日开放现场来买，搁有人前一天下晡就摕椅头啊来排啊。一套卖1900块，网络上转卖上无有2400，甚至发到3200，起底买5成，有机会买到就是赚到。不过目前市场上有价值的是伊。台湾第一次首发的今年生肖套币，它的增值空间是最多的。龙年的或是有龙的图案的一些千禧龙，每一轮的生肖的龙年套币都是不错的。82年发行的头一轮鸡年套币，当时一套500块，目前行情一套差不多3000。不过因为发行的数量较少，捌起到上万。啊，那前几年的龙币，当时的价销是750块，目前的行情嘛有1500块。只要是龙我个人都认为蛮看好的。那但是等往后的话，也是要看整个大局势。比方说经济好的话，一定涨嘛；经济不好的话，当然会比较普通嘛。生肖币、声币少人来收藏，但有纪念意义，嘛希望会当愈看愈有价值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